来继续来看新竹的竹北所发生的这个车祸，民众把车慢慢驶出到车库，结果雄雄一台机车弄过来，弄一个骑士飞出去，大力摔伫涂骹。讲上主要是车库出入口的大路边有停一台小货车，去砸到视线。讲因为安尼，这个所在不时咧出车祸。社区的住户是真情，希望会当甲路口的红线画较长咧，确保着车辆出入的安全。驾驶豆大将车驶出去车库，会当看到道边插一台小货车，雄雄后一秒。机车骑士对边冲出来，直接弄到轿车，摔倒在地。机车医师啊，甲安全部轰弄一个拢飞出去。车祸就发生伫昨日早起7点多，新北竹北市复兴路一个社区头前。一台直行机车与住家行驶出来之车辆发生碰撞，造成机车驾驶受伤送医，相关肇责尚待厘清。来到车祸现场，小货车无搞着红线，车道口的正边摇驶反光镜。验过社区民众反映讲，货车若插伫遮，视线就较够有死角。也有住户向民意代表申请，希望出入口外红线会当画较长咧。以红线来讲的话，其实只会画到扛棒下面一点点，那这样确实可以增加行车上左右的一个视线。那第二个方式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车道那边去加装一个反光镜。红线要安怎画，正做讨论的焦点。根据交通部停车格加禁止停车标线为设的原则，超过6公尺巷仔内停车场，道边甲正边拢爱画3公尺的红线。若是6公尺内巷仔内停车场，就连对面的街路拢应该画平等的标线。那后续本府会在办理会刊与地方居民来协商划设。虽然有做好，希望为设红线确保行车视线，也毋过也有人烦恼停车位会搁较歹找。要安怎确保安全？附近的住户甲店家要跟你讨论这个问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